日本人气天团蓝周日宣布要在2020年休团，消息传出，他们的付费粉丝团人数突然暴增到250万人，连日本政府发言人都应记者要求发表谈话。有经济学者认为，蓝休团造成的经济影响恐怕会超越安室奈美惠。这是过去2天日本媒体讨论最多的话题。日本记者，现在新闻速报出来了，蓝将在2020年终止活动。日本蓝粉啊，假的吧？假的吧？假的吧？日本蓝粉 蓝，2020年休团。人气团体蓝准备在2年后休团，消息震撼日本，连台湾也余波荡漾。日本记者 vs 台湾蓝粉，在台湾蓝也很红吗？是啊，很红。你知道他们休团吗？真的吗？吓一跳！日本记者突然的消息让粉丝惊吓到无法置信。蓝台湾演唱会 Arashi 爱你们，一直在等我们的来到。2度来台参与活动，蓝甚至为了台湾歌迷学中文。蓝解散的消息，连日本政府都被要求给回应。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，我也对这则新闻感到惊吓。剩下的时间，希望能报答粉丝的期待，好好努力。蓝休团带来的影响，或许能从数字看出来。日本记者推特的流行词“活动休止”占上第一，粉丝团会员200万人以上，等于1年有100亿以上收入。5大巨蛋巡回演唱，到年底有32场，预估动员152万人，光门票就有140亿日元。日本记者以经济效果来看，高达500亿日元，可能超越安室奈美惠，影响力更胜安室。蓝的粉丝会在宣布休团隔天，付费会员达250万人，这可是比名古屋的人口还要多。熊本地震灾民，像那样的巨星，特别来到我们这里，给我们很大力量。成军近20年，每当日本遭逢天灾，蓝的成员总会出现在灾区，安抚人心。在休团记者会，有记者质疑他们不负责，说休团就休团，却被出身名门庆应的樱井翔4两拨千斤。蓝成员樱井翔关于没有责任感的指责，我们的诚意就是花将近2年时间来表达感谢之意。这次休团是因为蓝的队长大野智想退出演艺圈，5个人经过将近2年协商，终于找到共识。蓝成员樱井翔因为某人的想法来决定蓝的将来，我想是很困难的吧。但在此同时，因为其他某些人的想法来绑住一个人的人生，我想也是不行的。蓝成员二宫和也，没有这5个人，就不是蓝。没有5个人，就不是蓝。后 Arashi 时代，日本演艺圈生态势必重新洗牌。